我哋可以通過命盤啦，可以喺圖表度睇到先天性嘅健康缺陷、數據分析、讀書能力好唔好，是否可以承受得到財富，係咪有錢剩。通過數據嘅分析，婚姻嘅狀況、兩性嘅相處關係，仲可以睇到學業、職業、創業同埋事業、健康、生活、家庭、婚姻、父母、伴侶、子女同埋同事關係，仲可以睇到少年、青年、中年、晚年嘅狀況，從而分析到職員同同事之間嘅關係同埋晉升嘅機會，分析做生意同埋職業嘅傾向，分析投資嘅理財類型，準備需要應對嘅方案。喺現實生活之中，我哋可以通過保險產品、危值、儲蓄、派息、基金同埋年金，結合我哋自己嘅命理元素，做出風險防範嘅措施，亦都可以通過煲湯養生、環境、磁場、生物梳理、氣候、借勢，去演繹好自己嘅人生劇本啦。